大理寺少卿真远道之女甄嬛，年17。臣女甄嬛参见皇上太后。《甄嬛传》刚一开场的选秀大会，就好比我们去职场面试一样，而其中的紧张和期许又是那么相似。在选秀的所有女子当中，甄嬛的状态无疑是最放松的一个，只因她自己和父母都不希望入选，除了深宫没有自由的限制以外，就是选秀的风险和收益完全不对等。毕竟不是每个女人都能独得圣宠，甚至后宫的争斗会导致甄嬛一生无望。与其在紫禁城提心吊胆，倒不如回家安稳度日。而甄嬛青梅竹马的恋人还在等着她，所以甄嬛在等待入场的时候，她整个人的肢体语言非常放松，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。她还百无聊赖地看着其他秀女，直到发现闺蜜沈眉庄后，她整个人才有了几分欢喜。看来她最高兴的反而是和故友重逢。在面试的过程中，太后曾2次阻扰她顺利入选，因为她白色的装扮和喜事格格不入，不过最后都被甄嬛一一化解。相信这种反应是她下意识的表现。总之，优秀的女人若非特殊的原因，在重要场合都不允许自己低人一等。等到甄嬛反应过来，才意识到自己锋芒毕露，忘记了初心，竟引起皇上这个面试官的注意，最终不得不接受成功入选的悲剧。沈眉庄，年17。臣女沈眉庄参见皇上太后。而沈眉对待这场选秀也是有备而来，她父母从小就按照皇妃的标准来培养她。当母亲询问她如何应对皇上时，她的回答却是一心只读圣贤书，可母亲又反而教育她不显山不露水，在皇上面前要装作女子无才的样子。只有一个懂进退和会生孩子的女人，才会引起皇上注意，然后有了感情基础，再和皇上吟诗作对。于是她按照母亲提供的思路来回答太后和皇上的每一句问话，结果她非常平稳地进入了皇宫。而她之所以能通过本次考核，不仅是准备充分，还有她相貌出众，更重要的是她和甄嬛都有绝对自信。但不同点是他们对于挫折的理解。其实天子嫔妃的这份工作并不适合她。当她被华妃算计过一次后，沈眉庄就心灰意冷地选择当个隐形人。但甄嬛哪怕是千难万难，即使再怎么绝望，她依然重新振作起来。而沈眉庄之后的行为，就好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，刚开始为皇宫的建设发光发热，到最后却发现那份工作竟成了自己最大的伤痛。至于安陵容对待选秀却是极为看重，她的父亲正面临一场朝廷危机，而她的母亲还是家里的小妾，因此这场选秀对于安陵容来说，可能是她改变目前困境的唯一方式。只要自己成了天子嫔妃，不但可以帮父亲解决危险，更能让母亲从此扬眉吐气。虽然她的长相眉清目秀，但家族的势力却让她毫无胜算，这就是为什么她会遭到众人歧视，当然也是甄嬛同情她的原因之一。如果有一场考试分3次闯关，那么按照安陵容的能力和资质，她有能力闯过第1关和第2关，但有95%的概率会败在第3关。安陵容，年16，吊牌子4花。果不其然，她一开始就被直接淘汰。然而她并没有像其他人落选那样失望，却是恭敬地感谢太后给自己面圣的机会。没想到太后还真就吃这一套，便有几分欣赏地看向安陵容。又好巧不巧的是，一只蝴蝶刚好落在她头戴的海棠花上，此时此景却让皇上感到十分有趣。于是她在机缘巧合之下成功入围。可惜安陵容的性格和家庭负担，那是真驾驭不了后宫的尔虞我诈。她进宫后依然受尽羞辱和歧视，直到某天她被逼得彻底黑化，最终走向了不归路。其实他们3人的命运走向，在这场面试中就已经初露端倪。